Hello， 大家好，King Sir啊！呢排咧就係咁同大家開箱啦，咁啊翻轉頭開 M4，點解咧？因為突然間有個 M4喺度，咁啊所以就同大家開啦。咁我哋之前都有即係冇拍片嘅時候啦，都有開過嘅，咁但係就冇中過好嘢。咁睇下呢一盒咧，同大家一齊開箱嘅時候咧，會唔會中到好嘢啦？有呢個 SAR 嘅引蛙啦，我係想中。當然啦，如果有金卡嘅話，就都想中埋啦。OK， 咁啊事不宜遲啊，即刻同大家咧一齊開箱開呢一個嘅 M4 忍者飛船。好啦，大家熟悉嘅都知道，係要聽呢個聲音。OK， 好啦，哎呀，30包忍者飛船，究竟會唔會有好嘢發生？拜託，俾我中 SAR 唔該。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同大家咧開呢個 M4啊！唔知大家睇其他 YouTuber 咧有冇開到啲好嘢啦？咁啊，我哋就第一次拍，咁所以唔理，照睇個標題，一睇就知中好嘢。哇！一嚟就咁閃，嗷！哇！咁伏嘅大針鋒一嚟就，唉！可唔可以中好嘢啊？白卡，喂！期待啊！希望可以中呢個 SAR 嘅引蛙，金卡都 OK， 可唔可以？哇 ！SR，Oh my God！ 最後先開，唉，點解咁快中 SR 啊？咁係咪已經冇咗咩咧？白卡，希望佢係道具啦，佢係道具，我仲有機會中 SAR 爆配。哇！大鑊啊，伏伏地喎！忍者飛船嗰個忍者去咗邊？隻飛船去咗邊？希望 AR 抽得好啲啦咁。火能啊！哇，好擔心啊而家。唉，應該第一張 AR 出現啦。SAR 啊！哇，呢個色好似伏伏地。唉，大鑊啦，大鑊啊！應該唔係引蛙。Oh my God！ 我已經知道係咩啦。唉，出事啦！今次出事了。中 SAR 雖然係好，但係點解唔係引蛙？我想係引蛙喎。AR 應該係呱呱寶啊！哇，大隻牛都 OK， 起碼係初代151嘅小精靈。第一張 AR，Oh my God， 大鑊出事！唉，好啦，呢排啲運氣好似有少少下跌，雖然有 SAR， 哎呀 ，OK， 冇白卡 ，OK， 哇，仲有2張 AR 啫，會唔會爆配嘅爆配啊？請將 MUR 嘅卡畀我啊，白卡！唉，出事，出個大事！嗰個顏色，唉，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我如果冇估錯嘅話，應該係啲伏嘢嚟嘅。唉，救命！點解唔畀引蛙我啊？哇，好閃！咁閃都係拗啫喎，竟然係咁，咩嚟㗎？OK， 呢張都 OK 喎，呢張幾靚我覺得。唉，搞到我而家剩低嗰啲都唔知開唔開好，因為都係剩低2張 AR 啫。哎呀，出現啦！哇，學服啊！南瓜怪人啊，仲唔服啊？唉，救命！哇，大伏！
中大伏啊！白卡，唔係，哎呀，不幸之中嘅大幸啊！瓜頭啊，定係頭領哇？呢張嘅 AR 都幾靚嘅，都值得儲下嘅，我覺得。但係冇人話儲唔到一個進化鏈喎，差唔多已經開晒30包啦。哎呀，慘啊！今次白卡，即係仲有一張 AR 要而家，同埋金卡，可唔可以 ？R 能量，唉，出事啊！中大伏啊！今次 R 電龍，呢個畫風都幾靚仔，呢個電龍。哎呀，仲有幾包啫？到啦！咦，out 嚟嘅喎！哇，毒祖龍啊！我想講，我哋嗰張 SAR 有機會，好大機會係佢。唉，毒祖龍麻麻地，白卡。哇！最後5包白卡 ，Oh my god！ 大出事 AR， 哎呀，已經唔係呢一個泡沫哇 ！Oh my god！ 係唔想要嘅嘢，哇！好差咯 ，R 中大伏啊！就算中 SAR 都唔知係好運定唔好運啊！白卡 ，last pet magic 就係白卡咯，冇啦。好，睇埋啦，呢張係 SR 應該道具啦，咁樣講。係啦，雪糕食軟雪糕，好睇埋最後 SAR， 好緊張，雖然都知係咩嚟㗎，哇！佢前面仲要係佢嘅退化，大鑊，哇！呢個 SAR， 喂，比想象中好啊！原來唔係毒祖龍喎。SAR，OK，都可以接受啊，開心啲啦，開心過頭先。好啊，最後呢個 M4啦，忍者飛船咧就開咗呢啲啦。哎呀，毒祖龍，好彩最後都係唔係中咗毒祖龍 SAR， 有呢個頭領蛙啦 ，OK， 翻入睇啦，大隻牛，雪糕同埋大針風唔好睇啦。SAR 嘅花葉蒂 Mega， 幾靚啊！呢張都可接受。好啦，咁M4啦就開到呢啲啦。OK，咁啱冇晒卡套，咁冇計啦，小心啲。咁開唔到引蛙都冇辦法。咁嚟緊應該唔會再開呢個 M4啊，因為費事買啦，同埋 M5都出咗啦，都已經同大家開咗啦。咁所以睇下遲啲有 M6、M6A、M7、M8 嘅時候，再同大家開箱。咁今次開呢個 M4咧，就嚟到呢度，唔知大家開到啲乜嘢喺下邊留言。大家應該已經開咗好多 M4 㗎啦，相信，因為 M4 都出咗一段時間。可惜今日見唔到引蛙，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再見到佢。好，如果呢邊嘅 like 同 share 出嚟，仲有 subscribe 出嚟 2Cam Kingsley 啊！而家做會員系統加入咗之後 ，sticker 直接可以俾大家用下噶。好啊，咁大家咧就記住留言話俾我知你抽到啲乜嘢啦，拜拜。